落雨天想瞓覺，唔係你嘅錯，而係個天嘅錯。60秒話你知，落雨天瞌眼瞓俾人鬧，可以點樣解釋？一，世界實在太黑暗啦，每逢落雨，晴天都變陰天，而當大腦接觸唔夠光線嘅時候，就會釋放褪黑色素，就好似夜晚提醒我哋要瞓覺一樣。第二，音波功，落雨嘅聲音通常都好連續同埋穩定，可以遮蔽其他嘅環境噪音，讓我哋降低警覺性，幫助入眠。就好似一啲失眠人士會播放白噪音去幫助瞓覺一樣。第三，連個天都放苦，當雨水降落嘅時候，會同空氣產生摩擦，產生好多嘅負離子，當中就有鎮靜同埋舒緩神經嘅作用，讓我哋個人更加疲倦。第四，唔夠 power， 通常落雨嘅時候，氣壓會降低，水蒸氣會增加，導致到大氣中嘅氧氣含量輕微下降。而當我哋嘅大腦敏感到嘅時候，就會發動保護機制，慢慢降低呢個能量嘅消耗。當我哋能量少咗嘅時候，自然我哋就更加眼瞓啦。當下次落雨，老細問你點解瞌眼瞓嘅時候，你就可以用呢4點同佢反擊啦。我相信咁答應該解釋到，不過份工就未必有啦。唔夠時間啦！如果想聽更多相關嘅日常冷知識，歡迎 follow我。我係21，我哋聽日見。